昨全国上总的理事长柯书博讲到劳动部打算要开放咱国内的服务业申请外籍移工哦。伫劳动部头前绝食抗议的劳工团体是批评政府拢无先参详，嘛无详细评估就要开放，会影响到本国人的就业市场。也毋过劳动部长洪胜汉是强调讲，目前拢伫咧评估的阶段。 我们工人代表在绝食的时候，我们的行政院长、我们的赖总统选择跟谁站在一起，是我们的资本家。劳工团体伫咧民进党部头前演行动局抗议，因为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柯书博拜二参行政院长杜英台座谈，受访问的时阵讲，劳动部要开放服务业会当申请外籍移工。 劳团讲，这可能压缩本土劳工的劳动市场，而且批评决策的过程拢无参劳团参详。服务业的工作往往是各业的劳工失业后的二度就业选择，尤其是制造业的劳工，还有我们现在政府在力推的中高龄的劳工。但是如果未来引进了移工进入服务业，那这些二度就业的劳工是否会被影响他们的就业机会？服务业移工开放问题。 没有什么允诺不允诺的这件事情，行政院是有指示，我们针对整体的劳动力的政策，希望在农历年后来进行一个政策性的评估。劳动部长洪胜汉回回，目前并无承诺开放服务业申请移工，会按照行政院的指示，徛伫劳工的立场，评估现行的劳动政策。 另外，劳工团体针对就业安定基金、疑似互人滥用等等议题，已经伫劳动部头前绝食超过48点钟。洪胜汉也回应，当咧改革就业基金制度，现在也正在邀请相关的外部有相关专业专业背景的、有经验的专家们来提供给我们意见。就业基金的收支管理办法，当然也都在我们检讨的范围内。 洪胜汉讲，劳团的意见伊拢有听到，劳动部当咧透过外部专家的意见进行就业基金的改革，加强把关的工作，包括就业基金的收支管理办法这寡事项，拢是检讨的范围。记者王庆忠台北报道。